我愛你。上個十檔，日本全能天后鈴木愛理頭擺以個人身份騎上台南跨年舞台，市府特別準備火龍果、柑仔米、叮當貴水果招待，全部都是台南的水果。好獎。老台語講好食，市長黃偉綽送上烏蝶藍的絲巾空盤做伴手禮。大家好，我們是頂回透過社群協助行銷台南三亞結緣，韓國男團 All Hours 嘛提前來到台南，準備跟粉絲做伙跨年。鄰友啊，閣食空派，團員也閣飼黃偉綽食果乾，互動熱烈。市府準備吉祥物菜市仔贈送，團員嘛提出簽名專輯回敬。這些都是一線的、一等一的最強的團體。那有些地方的這個跨年或是耶誕晚會哈，就是只有一團外籍團。我們現在這次來了3團。韓國女團 Stacy 彩排的時陣，就已經吸引不少人佇台下占位，甚至是大波旁。2026台南好樣，市府以有限的預算，邀請台灣、韓國、香港、日本頂級卡司陣容，以連續6點、5點鐘的演出，迎接跨年上高調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